凯美风台即马已经变作是强烈风台，目前伫咧宜兰东南边海面向西北西来刷动，各地风雨继续咧增强。详细情形，咱来看气象署下晡上新的说明。我们预计这个台风呢，未来会持续的朝西北西的方向逐渐接近陆地，会稍微有一些摆荡的现象。随后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通过台湾北部陆地之后，明天在上午进入台湾海峡北部。而另外在这一段时间，随着台风逐步的靠近首先是北部跟东北部的风雨逐渐的增强目前最大的累积雨量出现在太平山，已经有超大豪雨的等级了。而这几个小时，我们也有注意到，在中部跟南部的云系发展的也越来越旺盛，降雨的强度也非常的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包括高雄跟屏东山区，时雨量都有来到70毫米以上，算是短延时的强降雨。我们预计这样子的降雨，随着台风靠近，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剧烈。所以从在未来这一段时间的定量降水的预报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白天是台风接近的过程，雨势已经逐步的在转强了。但是到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台风通过北部上空，我们预计全台湾的降雨会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中部跟南部以及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超大豪雨发生，其他地方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大豪雨，平地的部分也有大雨或豪雨的出现，澎湖也可能有局部性大雨的发生那整体的降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白天，即使台风已经进入了台湾海峡，但是西半部跟台东的风雨还是比较明显的，一直要到26号台风远离之后，降雨才会逐步的缓和。但是26号当天还是有些局部的豪雨或是大雨的现象在中南部地区。